伫咧杜拜举办的气候峰会刷股，有达成真侪项决议，其中就包含着要淘汰化石燃料，佮有2023年再生能源要增加到3倍等等。在去咱的立法院汇款委员会就进行因应报告，经济部就表示讲，提升再生能源佮有能源效率这块目标，台湾有信心会当来达成。委员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又迟到呢？专题报告也未开始，大家媒体是对伫咧今仔日会议主席卫生环境委员会调委吴欣盈后壁，面对追问，伊无回应，随进入主持会议。顶部这位首长受邀请报告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 的应对报告，针对12月13结论，包括再生能源总体量到2030年增加到3倍，能源效率解锁率提高至2倍，经济部有信心会当做得到。这个在装置容量的增加上。是可以达成，所以再生能源3倍是可以承诺的，是会达成目标，是会达成的。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划，过去这几年是，其实我们就顺着这个轨迹在做，也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轨迹上面，对。这摆嘛，参加 COP28 的环境部长施富生，和国民党立委林为洲对问来承认讲，坐头顶窜去杜拜，唔是升顶，是直接买位。也针对 COP28 对本地淘汰化石燃料，修正用理解做较中性的转型原理。施部长认为讲，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嘛体认到要爱务实。这一次的 COP， 他为什么不敢直接讲说 face out fossil fuel？你看，他也是自己最后。必须妥协，因为有人反对啊。对啊，阿拉伯国家反对啊。为什么会反对？就是因为它不实际。因为它。顶部嘛有一位执政党的立委关心 COP28 中间有20外国倡议到2050年核能发电要成长到3倍，要求环境部甲会议的结论讲清楚。施部长强调讲，上尾核能3倍增加，并无设入去共识内底，也台湾打算要爱发展核电，嘛爱达成3个前提，确保安全，会当处理核废料，全民嘛爱有共识。记者台北报道。